1999年香港小姐選美嘅舞台上，一個中英混血樣嘅女仔一出而家，幾乎所有目光都鎖定咗喺佢身上。後來攞咗季軍嘅胡杏律回憶起當時，語氣入面帶住少少無奈同認命。我哋嗰陣唔係20個人爭冠軍，而係19個人爭亞軍同季軍。嗰個令到對手連爭冠軍嘅念頭都生唔起嘅人，就係郭羨妮。嗰一年佢唔單止毫無懸念咁攞咗香港小姐冠軍，仲順手將最上鏡小姐、國際親善小姐、千禧才智小姐3項大獎一齊拎晒，成為港姐歷史上罕見嘅4料冠軍。第2年佢又代表香港參加國際華裔小姐競選，再次奪冠，係香港小姐接近30年歷史入面，同時攞到港姐冠軍同華裔小姐冠軍嘅人，之前得一個。就係李嘉欣。郭羨妮嘅戰績令到媒體將佢視為李嘉欣接班人， TVB 高層更加直言唔諱，佢比李嘉欣更有觀眾緣。郭羨妮出道即巔峰， TVB 直接將《尋秦記》嘅女主角俾咗佢，要佢同已經站穩一線嘅古天樂、宣萱拍檔，一個人分析現代女性從青同古代才女琴清兩個角色。劇集播出之後紅到爆，佢個張混血感極強嘅面好快就俾萬千觀眾記住。緊接住佢又同蔡少芬拍檔演《洛神》，之後《帝女花》、《牛郎織女》、《古靈偵探》等等劇集接連出街。短短幾年時間，佢就由選美冠軍躋身 TVB 嘅一線花旦之列。同比佢同屆嘅胡杏慧要唔識扮醜增肥先換到觀眾認可唔同。郭羨妮嘅路行得太順了，亦都因為佢由始至終都冇學識收斂同控勢。出道之前嘅佢已經有幾分江湖氣，係溫哥華西門菲沙大學拎咗工商管理學同心理學雙學位之後，佢返香港係國泰航空做空姐，身邊有一個家境唔錯嘅空小男友。但係港姐冠軍嘅后冠啱啱落喺佢頭上冇耐，佢就同呢位前男友斷住路。嗰陣時呢件事冇引起幾大波瀾，畢竟娛樂圈嘅離離合合成日都有，真正令到佢身上嗰層光彩開始沒落嘅事，仲係後頭。係《尋秦記》拍攝期間，劇組有一次突然發現揾唔到郭羨妮嘅人影，一連揾咗16個鐘，後來有消息話佢係男主角古天樂嘅房入面俾人揾到嘅，而嗰日古天樂啱啱好向劇組請咗病假。呢單失蹤16小時嘅傳聞好快就喺港媒嘴裏面加油加醋咁傳開咗，兩位當事人都一概否認。但係佢身上嗰個狐狸標籤，由嗰陣時起就已經係港媒嘅筆下靜靜雞釘實咗。如果話同古天樂嗰段只係捕風捉影嘅緋聞，咁佢同溫兆倫呢段感情就係實實在在令到佢嘅事業開始第一次大滑坡。2002年拍《牛郎織女》嗰陣，溫兆倫睇中咗郭羨妮，呢個人多才多藝，能唱能演能主持，但佢嘅感情履歷補疊起嚟大概仲好過劇本。同郭羨妮一齊之前，溫兆倫結過2次婚，拍過5個女友，婚內出軌、虛發郎尋歡、利用女友上位呢啲標籤一個都唔少，但郭羨妮偏偏一頭栽咗入去。溫兆倫追佢嘅手段聽落都唔係好高級，每日送蘋果同菠蘿包。香港報紙嘅標題拎呢件事大做文章，溫兆倫半打菠蘿包攻陷郭羨妮，明里暗里都係笑佢豬同蠢。然而熱戀中嘅女人大概真係聽唔到外面嘅聲，佢高調應外，毫無保留咁企喺男友嗰邊。就算溫兆倫嗰陣被爆出欠落大不查，佢都照樣公開力撐。結果係點？牛郎織女呢套劇因為觀眾反感呢對情侶檔，口碑直線插水，甚至直接俾人下咗架。TVB 高層眼睇自己用大錢捧出嚟嘅花旦，因為戀愛腦將事業搞到一鑊泡，心裏面嘅不滿可想而知。製作資源部總監駱以寧後來好惋惜咁講過一句：郭羨妮每日都有呢啲緋聞，就算幾努力都係白費。溫兆倫亦都冇因為郭羨妮嘅力撐而變得安分，冇耐又同第2個女人黐埋一齊，2個人分手收場，留低俾郭羨妮嘅只剩低一地雞毛同嚴重下滑嘅人氣。
相比起溫兆倫個段只算係自毀前程，郭羨妮同陶大宇之間嘅瓜葛先至係真正將佢撳落谷底嘅最後一根稻草。2006年，佢同陶大宇合作拍《學警出交》，陶大宇係熒幕上有師奶殺手嘅稱號，戲外就係圈中公認嘅模範丈夫，共老婆王慧寶牽手多年，從來未轉過半點緋聞。可係《學警出交》拍到一半，緋聞就傳出嚟，聽講係因為兩個人有一場吻戲，一吻定情。王慧寶嘅反應極之直接，走出來對住媒體怒斥郭羨妮假戲真做，勾引自己老公。到咗2007年，陶大宇正式宣布同老婆離婚，外界幾乎一面倒咁認為佢就係為咗郭羨妮先至離婚。陶大宇起初表現到好似個護花使者等，懇求媒體唔好叫郭羨妮做護泥，甚至不惜同企出來指控佢嘅前妻係媒體上對質。然而呢場鬧劇仲未收場，陶大宇嘅態度就變咗。後來有人喺節目入面問起關於郭羨妮嘅字，呢個曾經呵護備至嘅人只係講咗一句上到榜即係代表有翻咁上下本事，一句說話就將所有責任輕飄飄咁射走晒。對郭羨妮嚟講，呢次大概係佢人生第一次見識到男人嘅薄情可以薄到乜嘢地步。但係到咗呢個時候再嚟計數已經冇意義，外界對佢嘅評價早就頂死咗。小三、護泥呢啲詞好似鐵釘揼死死釘喺佢身上。TVB 迫於輿論壓力將佢樹啃。多年之後佢回憶起呢段時期嘅心理狀態，係後來嘅訪問先至透露嘅。長期霸凌式嘅輿論攻擊令到佢患上嚴重嘅抑鬱症，成日嘔，食唔落嘢，夜晚會被莫名其妙嘅巨響嚇親，驚恐發作變咗家常便飯。佢甚至自學心理學試圖自我療愈，最後都係正式確診。香港娛樂圈嘅大門係佢身後重重閂埋。糟糕嘅仲唔止呢啲。2009年，香港娛樂圈傳出四大當花嘅講法，石榴姐婉瓊單係節目入面爆料，痛陳 TVB 入面有4位女星行為豪放不羈，有人以嗲聲嗲氣出名，有人以中一夜情，有的專揀已婚男人落手，瞓過嘅床全部都係正室嘅床。坊間紛紛將呢4頂帽扣喺幾位女藝人頭上，而郭羨妮俾人推到輿論嘅正中心。有人整理出佢先後同溫兆倫、馬德鐘、陶大宇等已婚或感情狀態複雜嘅男星轉緋聞嘅經歷，最後將佢釘喺4大當花之首嘅位置上。護泥同當花兩個名號疊加喺一個女人身上，喺香港各種充滿八卦嘅娛樂圈環境裏面，呢啲標籤比任何言語侮辱都更加致命。更加諷刺嘅係，曾經有記者就呢件事去問陶大宇嘅睇法，呢個人絲毫冇任何維護救人嘅意思，目無表情咁話一啲都唔意外。嗰些年香港媒體幾乎將佢描繪成一個專門破區人哋婚姻嘅獵手，一個以美貌做武器踐踏道德嘅蛇蠍美人。香港冇得留低，佢唯有轉戰外地。2009年，郭羨妮接拍咗于正嘅電視劇《宮鎖心玉》，係入面飾演戲賓。嗰陣時嘅內地影視產業正處於高速擴張期，郭羨妮喺呢個全新嘅環境裏面反而比喺香港多咗幾分鬆容。拍戲時嗰啲難度唔細嘅武打戲，佢親自上陣，跌到成身傷都唔嗌停。呢一股從未喺香港時期展現過嘅韌性，卻無意中俾一個人睇喺眼內。呢個人叫朱小傑，佢1980年出世，係河南嘅一條鄉村，細個係少林寺學武，後來做咗武術指導，係宮鎖心玉劇組裏面啱好負責動作指導嗰一份。佢比郭羨妮細6歲，冇乜名氣，亦都冇乜錢，性格木訥內斂，做起嘢上嚟卻格外認真。見到郭羨妮拍武戲拍得吃力，佢就手把手咁教，收工之後仲會送碟打藥水過去。兩個人由相識到熟悉，宮鎖心玉殺科之後各自散去，中間完全冇聯絡。後來有人做中間人撮合兩人相睇，兩個人坐到飯台前面，你眼望我眼，先至認翻對方。唔同嘅出身，唔同嘅經歷，一個係由山溝裏面一路摸爬滾打上嚟嘅窮小子，一個係俾成個港圈由頭到尾審視過嘅女明星，點睇都唔似可以行到一齊嘅人。但朱小傑俾咗郭羨妮一樣嘢，
一樣佢從之前任何一個男朋友身上都冇得到過嘅嘢。佢唔在乎佢嘅過去。呢個樸實嘅韓南男人冇問佢嘅緋聞係真係假，亦都冇對佢身上嗰啲不堪嘅標籤賠根笨底。佢直截了當咁話，想陪佢行未來嘅路。老實講，呢個經歷過太多花花世界喧囂，俾男人推出來會黑鍋，俾自己親手締造嘅事業拋棄過嘅女人，好可能比任何一個識得佢嘅人都更加清楚一句乾乾淨淨嘅表白有幾珍貴。2011年，佢哋喺一場冇舉行儀式嘅婚禮入面秘密結婚，冇記者，冇鋪張嘅排場，場地係關島，甚至連婚戒都係郭羨妮自己俾錢擺嘅。消息轉返香港，媒體幾乎炸咗鑊，下架、倒貼3間屋、窮鬼、農村仔，每一個標題都帶住一股居高臨下嘅嘲諷味道。所謂倒貼3間屋係點樣一回事呢？郭羨妮賣咗當時喺香港手頭上嘅3間物業，總共賣咗大約2000萬港紙，用呢筆錢喺鄭州買咗分房，又係同一個城市買咗2間屋俾朱小傑嘅父母住，自己鄉下祖屋地旁邊亦都置咗1間。外界睇呢個操作簡直荒謬到極點。一個曾經俾人票選做女神級嘅女明星，為咗嫁俾一個細自己6歲又冇錢又冇名嘅鄉下武術指導，竟然唔惜變賣自己名下全部物業。媒體話佢癲咗，網民笑佢自甘墮落，甚至有人俾出預言呢單婚姻捱唔過3年。然而郭羨妮似乎處之泰然，佢搬到河南葉，跟住奶奶學蒸饅頭、包餃子，住 T 恤同人字拖就去街市買。每一次朱小傑嘅父母來到城裏，佢會好細心咁備上熱湯，逢年過節就返條村住幾日。女朱家愛喺2012年5月22日出世，開刀生。郭羨妮自己俾咗16萬港紙嘅住院費。呢啲瑣碎嘅細節裏面睇唔到任何虛假嘅姿態，反而更加似一個經歷過太多波折嘅女人，終於知道自己究竟想要啲乜嘢。時間成咗一個殘酷嘅審判者，同比佢同年代嗰啲嫁俾富豪嘅女星各有各嘅狼狽相比，郭羨妮嘅婚姻反而係最溫穩嗰一個。朱小傑雖然出身窮苦人家，但佢確實有一份韌勁。佢由武術指導做起，逐步轉型做導演，後來執導過《青雲志》《龍珠傳奇》等古裝劇，一部接一部古裝2部劇嘅武術指導同導演名單裏面都睇到佢個名。有消息話佢單集嘅導演費已經升到7位數，而郭羨妮當年用賣樓錢支持佢拍攝啟動資金嘅《青雲志》，淨係分紅部分就夠佢溫穩過10年。以前嗰啲唱衰嘅人慢慢先發現一件扎心嘅事，當年嗰3間喺香港賣出嘅物業，如果留到而家，價值都只係升咗1-2成，但嗰筆錢係鄭州置落嘅物業，14年間樓價升到原來嘅5-6倍，總市值早已突破1億港紙。曾經俾人笑嘅倒貼3間屋，到今日反而變成一筆令無數人睇到眼突嘅精準投資。呢個係命好，定係佢有別人睇唔到嘅眼光？大概2樣都有。郭羨妮呢些年逐步淡出娛樂圈，幾乎將全部精力都投入去家庭度。女朱家愛漸漸大個，樣貌集合咗2個人嘅特點，五官似爸爸多啲，但遺傳咗媽媽嘅修長比例。一對長腳令到外人頻頻望多2眼。佢係國外長住，主要負責湊女，丈夫就係中國外地忙事業，夫妻兩地分居嘅狀態成日俾人質疑婚姻係未穩定。每一次分辨嘅傳聞冒出頭嚟，郭羨妮都用自己嘅方式回應。2025年7月，佢喺越南富過島為自己慶生，全程唔見丈夫朱小傑嘅影。佢即刻解釋話，丈夫喺外地忙緊拍戲，行唔開。共年8月，佢乾脆直接晒出一家3口喺北京遊玩嘅相。朱小傑好細心咁擔車，女跟實後面，一家人明明幸福滿滿，分辨嘅謠言自然不攻自破。不過再淡定嘅人都有自己嘅軟肋。51歲嗰年，一張佢同好友潘少聰嘅合照曝光之後，網民嘅關注點罕見咁由佢家庭轉移到佢塊面度。上里嘅郭羨妮腮骨線條顯得有啲方正，臉頰浮腫，虎紋深深嵌喺面上，浸長記入面冚清嘅青春靈動，似乎再也揾唔返。
一大班食花生的網民又開始一陣唏噓，有人話係醫美搞出來嘅後遺症，亦有人心痛曾經嘅最美港姐終究敵唔過歲月。郭羨妮對外界議論冇太多回應，但從佢係社交平台嘅動態睇，佢對呢種狀態冇表現出咩強烈嘅焦慮。呢個係一個將演戲重心早已放低嘅女人，而家更加似一個普通嘅媽媽同老婆。年齡增長帶來嘅外表變化，對佢嚟講大概遠遠不及女女今日喺學校點樣來得重要。2026年春天，一件完全出乎意料嘅大事發生喺郭羨妮身上，只不過今次唔係佢自己製造咗乜嘢新聞，而係一陣莫名其妙捲到佢頭上嘅龍捲風。4月19號，第44屆香港電影金像獎頒獎典禮喺文化中心舉行，古天樂帶住《尋蟲記》劇組成員一齊出席。郭羨妮著住一套貼身長裙，踩住高踭鞋，行喺酒店通往文化中心嗰條長樓梯嘅時候，遇到明顯嘅麻煩。原本有經理人 Gary 喺旁邊扶住佢，行下行下 Gary 發現大會工作人員需要拍攝明星嘅單獨畫面，怕自己入鏡唔好睇，主動鬆開手閃到一邊，但係條裙嘅窄度根本支撐唔到獨自落樓梯嘅動作。郭羨妮腳步一歪，成個人嘅重心眼睇就要失去。就係呢個時候，行喺旁邊嘅古天樂極快咁伸出手，精準咁穩住佢個身，將呢場潛在嘅失儀意外化解喺一瞬之間。呢件事原本係一件再正常不過嘅紳士婦人嘅好事，偏偏遇上一班將銀幕情感投射到現實世界嘅狂熱 CP 粉。古天樂同宣萱因為《尋蟲記》結下嘅銀幕情侶形象延續咗20幾年，兩個人到今日都係單身，係大班 CP 粉心裏面早就遊戲劇入面嘅項小龍同烏廷芳聲話做某種天造地設嘅真命配對。郭羨妮俾古天樂扶住落樓梯嘅信一出，佢哋就覺得呢個女人係故意橫插一槓，蓄意阻住古仔同宣萱互動，心裏面好唔舒服。流星一時間鋪天蓋地，佢嘅社交平台下面綠茶婊，甚至小三嘅帽又俾人重新翻出來。呢種俾人溫上小三名號嘅感覺，就好似一道已經埋口又被重新撕開嘅舊傷疤。佢係感情糾紛入面食過呢啲批，當年嗰啲記憶想必仲係某個角落隱隱作痛。郭羨妮嘅經理人逼不得已站出來發長文解釋，將嗰條長樓梯工作人員嘅攝影安排，自己主動避開嘅理由，甚至點樣入鏡就會破虛構圖呢啲事都細細還原一次。郭羨妮自己都忍唔住親自出擊，佢係 CP 粉嘅貼下面專門用粵語回咗一句住靚裙都有錯，隨後用更加直接嘅語氣反擊，係啊，當時因為怕落樓梯，我經理人要行開，跟住我差啲撲親，古天樂即刻捉住我先至冇碌落樓梯。你哋心目中嘅 Getty Money 永遠係世一 ，OK 明未？呢番話贏得無數圍觀網友嘅支持，亦將佢強硬嘅姿態表露無遺。佢係另一條聲明入面動容而堅定咁話：我想講，我一直都支持大家中意嘅偶像，我都非常喜愛尋蟲記成個團隊，個個都有愛，我唔想，亦都唔使爭啲乜，唔係冇位啊，只係佢由最紛亂嘅八卦裏面走出來太多鐵。今次佢選擇唔退，喺呢場突如其來嘅網絡霸凌鬧劇入面，有一樣嘢幾值得玩味。瘋狂嘅 CP 粉喺古天樂身上投射嘅完美愛情幻想，恰好就係郭羨妮後生嗰陣曾經憑本能去追求而又屢屢碰壁嘅嘢。後生嗰陣行喺風暴眼入面，佢或者真係憑住自己嘅美貌任性過、放縱過、做過錯事，但係經歷過愛錯人、嫁啱人、睇淡名利、投身平凡家庭嘅一成套程序之後，再回頭審視當年嗰啲滔天嘅罵名，人們或者會忽然意識到一件事，佢其實只係犯咗一個好常見嘅錯誤，就係將男人睇得太重，值得佢孭起長達多年嘅四大當花之首擔沉重嘅歧視標籤咩？一個男人嘅婚姻萬一瀕臨破裂，如果男人自己唔想真係去離婚，對方使幾大氣力都係徒勞，最終將罪推晒去女方身上，大大方方咁從是非中脫身，呢種事係娛樂大染缸裏面仲發生得唔夠多咩？當然，無論如何，
佢都曾經係嗰啲節骨眼上做過有瑕疵嘅選擇，但係之後嘅10幾年裏面，郭羨妮再冇傳出任何令人皺一下眉頭嘅花邊新聞。嗰個曾經係聚光燈下將自己美貌過分外露嘅選美冠軍，而家日常社交軟件發嘅相唔係老公同仔女就係旅行同煮飯。佢用行動證明咗修心2個字係有重量嘅。佢曾經喺一次訪問入面講起自己嘅婚姻，話佢唔係貪錢，只係貪個人靠得住、樸實無華嘅言語，可能令到當年每一個唱衰佢嘅人都覺得唔好意思。就連佢過往嗰啲大起大落嘅感情經歷，放喺今日呢個重新審視女性價值嘅社會氛圍裏面，似乎都比10幾年前多咗一層複雜嘅注腳。TVB 高層當年感慨再努力都係白費嘅時候，或者冇諗到佢最終唔係靠演技重新贏得關注，而係靠堅定嘅選擇、穩健嘅投資，共一份從未出現過醜聞嘅婚姻，由賣樓下嫁俾人為笑，到家財翻倍超過1個億，係個個見證佢後生時飽受非議嘅時間本身，已經替佢完成咗對佢最大嘅一次平反。回頭再睇佢呢30幾年嘅人生，一條唔算規則嘅軌跡慢慢清晰起嚟。出身低微嘅家境冇擋住佢對讀書求學嘅渴望，出道以嚟嘅美貌成為佢嘅敲門磚，卻長期淪為佢嘅枷鎖。佢曾經不顧一切咁追尋過總堪稱安全感嘅愛情幻覺，為之付出過沉重嘅代價，背上污泥、當花等經年不散嘅罵名。最終，佢喺一場令到所有人大跌眼鏡嘅婚姻裏面揾翻久違嘅平靜，家產累積過億，老公做咗導演，女健康長大，而佢亦由嗰個曾經係鎂光燈下硬撐嘅女人，慢慢退入一座冇緋聞同喧囂嘅家庭堡壘之中。佢冇選擇嫁入豪門，但老天將事業同財富嘅另一種可能性賽進咗佢名下。成為港姐冠軍嘅第27年後，當年嘅星光早已同年少嘅菱哥一齊日漸模糊，但郭羨妮嘅面上卻不再有往日嘅不安同焦慮。